到永远，伊的信息到万世代。三甲来吟圣诗第270首，圣诗270首。着点睛，着恭敬。请起立吟全首。请咱议员徛立，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受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必来到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各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个来启应文，启应文第43篇，详细也是以赛亚第12篇。我来启，大家来引。伫迄日，恁会讲。
虽然你有对我生气，看上帝是我的拯救者，主上帝是我的气力，我要唱歌称赞。伊是我的上帝，我要称赞伊。恁话对救阮的水泉欢喜上水。伫迄日，恁要讲，将伊所做的伫列邦报扬。恁着唱歌称赞上主，伊的作为真显赫。住伫锡安的人啊，着欢呼唱歌。谢谢咱上帝啊！伫恁中间真伟大，阿门。三个额头同心来祈祷，慈悲疼人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创造万物，又搁照你的像来创造阮人类。为着疼阮，伫创造世界的大生，定着伫基督内面竞选阮来食做你囝儿，因为知阮有私欲，常常受魔鬼的诱惑来堕落犯罪。为着要拯救阮，照你的旨意，你所安排的日子，找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道成肉体来到阮中间，为着担当阮的罪，伊受最苦难，定死伫十架顶流出宝血，洗清阮的罪。佮对世人中各活，后见若信靠伊的人，通得到赦免，称做义。佮赏赐阮有永远的活命，诚做你的百姓，你的祭司，来受造。主啊，阮感谢你，你的恩典满满，你的疼极大，阮深深感谢着你。总是阮有缘也有罪恶的本性，紧做歹，并断行好，有侪软弱甲过失。阮伫遮要诚心悔改认罪，求主你赦免阮、怜悯阮，通过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搁一遍来洗清阮的罪，互阮伫基督内面学习顺服，互阮真诚直到完全。亲爱的主耶稣啊，你是世界的光，对你的人无伫暗，反倒要有活命的光。求你帮助阮行伫你光的内面，遵照你的旨意，一世人来跟对你、服侍你，互你所用。今仔日是圣的主日，阮众兄弟姊妹围围伫你的施恩宝座前，要领受你对顶命来的教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是阮活命的饼。你讲，互人活的就是神。肉体无利益，你所甲阮讲的话就是神，就是活命。阮决志要一世人来遵探你的话，行你所欢喜的事。阮即时特别为了牧师来祈祷，恳求你圣神来充满伊，互伊今仔日所传讲的信息，切切阮逐人的心灵。圣神也引传阮明白真理，遵守你的诫命，持守阮的信仰。尽忠到死。但我要将这个圣会完全交托你的圣手，求主分别做圣，圣神充满阮在座每一位。即时我要奉耶稣基督对死各活得胜的尊名，吩咐撒旦离开这个所在，袂会搅扰阮逐人的心思意念，互阮通专心致意领受你的真理。今仔日无来兄弟姊妹，阮也为着因来祈祷。无论因是出外的，也是破病倒伫床里，求主你有缘保守因，看顾因，甲因三家伫咧。愿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天里。愿一切尊贵、权能甲荣光拢归乎你，平安归伫阮每一个人。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三个来看上帝的话，今仔日圣经有两位，头一位是记载伫旧约出埃及记第19章
第5节到第6节，出埃及记第19章第5节到第6节。即时我来共读。当恁若实在听趁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伫列国中，恁要做我家己的宝贝，因为全地拢是我的。恁要归伫我，做祭司的国，做圣洁的百姓。这个话是恁所着甲以色列人讲的。第2位的圣经记载伫新约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彼得前书第2章第9节到第10节。独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的好德。你前毋是百姓，但是上帝的百姓。前无受怜悯，但有得到怜悯。以上愿上帝赐福今仔听起的话，搁去行的人。下面赞美，咱要请圣歌队。今仔要吟的诗歌是《祝温柔的呼调》。
下面正道请牧师，伊的题目是信徒该戒师，继续来请牧师。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分享大声，咱做一届做伙来感谢。至圣至尊的主宰，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导阮只是踮伫即个神圣的空间，阮嘛愿意伫即段神圣的时间内底，拍开阮的心门，来领受主上帝你对阮的启示以及亮光。主这阮底是阮应当爱做的本分，总是阮即点因为阮家己的软弱，由阮一只献就向你的恳求，会当互阮专心致意伫即个中间。会当互阮明白主上帝你对阮的旨意、期待甲要求是啥物？主阮将以下的时间全然仰望伫你的手中，祈祷、感谢、恳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仔日牧师无啥物 PPT 通互大家看，总是拍开咱周报最后一页，即个大纲的部分。详时牧师嘛邀请你。照常拍开圣经，用上帝的话做主要，一边听分享，一边来阐述上帝的话。立约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立约是一件真严肃的代志。立约毋是甲上帝办公会啊，立约是袂使甲上帝讲算笑一个。立约听好是讲掠家己的性命来向对方挂保证，这叫做立约。人甲人之间的这个约，若有反晓的情形，这个反晓意思就是背信毁约的意思。人甲人之间若是有人反晓，有一边反晓恐惊。反晓的这边会受到真严重的这个处罚，所以一个人若是无清楚你要甲人立约的内容，也是家己的能力意愿的话，千万毋通凊彩甲人来立约。说使人甲人之间的关系，会因为有一方来反晓，直到受到真严重的处罚的话，那安尼，咱来想看卖啊。咱人甲上帝之间的立约，咱人这边若来反晓背逆上帝的话，咱会遭受到啥物款的后果？咱嘛来想看卖啊！上帝爱咱遵守的这个约，敢有遮尔困难？上帝对咱的期待，敢有遮尔啊过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这个景象。也是讲画面，互咱家己来想象以色列人过红海迄个画面。即个画面就亲像古时代的人立约的即个仪式是共款。古时代人要立约是将牛砍过来，将牛破做两半，放伫涂骹，破做两半，放伫涂骹。然后立约的人洗即个牛的迄个尸体，洗一轮了后，两人行牛的中间。来，即个誓约，讲即个誓约文、誓约的即个内容，会安尼做，就是讲彼此的约束是用性命来挂保证。若是有人反晓，后果就亲像即只牛相共款，爱受剪除、破做两半。总是以色列甲上帝之间的立约，并毋是徛伫一个平等的状态下面。不是站在一个平等的状态，为什么？因为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来出埃及，所以以色列的性命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这位拯救者的。所以上帝对以色列是有权柄。个律法、甲诫命，会使讲就是上帝对以色列所要求的这个报答。
律法甲诫命是上帝按以色列所要求的即个报答。可能咱是想到律法甲诫命，咱就想到摩西五经。想到摩西五经，咱就想到讲真济的规矩、真济约束、真济的即个律例。总是律法甲诫命，咱用缩结正做三句话来讲的话，真简单。律法甲诫命缩结到最后，剩三句话。这三句话是啥物？来对牧师讲，爱听上帝，爱听正人，听小上帝的创造。律法甲诫命，就是这三项：听上帝。听正人，听上帝的创造。兄弟姊妹，咱原底拢毋是上帝的选民，咱原底拢毋是，只有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总是今仔日咱坐伫遮去做礼拜敬拜上帝，是通过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牺牲、宝血的洗净。主耶稣为着咱伫上帝面头前来立这个约。这个约就是新约。当然，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嘛毋是徛伫一个平等的状态，与咱相共款是受拯救的迄边。咱的性命是属于主耶稣基督这位拯救者的。那安尼，现在教会就亲像当时的以色列相共款，面对上帝的要求，咱无一遐化价这个资格，咱无一遐讲价。咱只有顺服甲听话，然后爱设立家己，毋通来行即个以色列因所行过错误的遮个代志，毋通对上帝反晓，毋通背逆上帝。而且上帝现在犹原伫听候咱按伊的即个报答。即个报答是啥物？相共款，甲牧师读一解，听上帝，听正人。听上帝所有的创造，律法甲诫命，咱若缩结来讲，就是这三句话。虽然咱伫上帝拯救下面，咱甲上帝的这个立场，毋是徛伫平等的关系。上帝是主，咱是奴仆，咱是要加一赞。总是我要讲的是，咱并毋是普通的奴仆。咱伫上帝眼中，亲像是特殊的；咱伫上帝眼中是罕有的，是稀奇的。咱是上帝非常宝贝的一个产业。咱通讲是上帝伊所意爱的中间，是上互伊上宝贝，互伊上意爱。特别咱的教会，咱的即个信仰团体，是上帝要摕来点一人的面头前。我们是拿来被上帝展示在众人面前的，点一人的面头前，啥要点一人的面头前？通过把咱点出去，上帝会当来展现伊家己的荣耀；通过把咱点出去，上帝会当来凸显伊尊贵的身份。请问，咱要把人点的时阵，咱会摕歹的物件出来当点吗？讲的。咱袂摕歹物件出来当点嘛？咱拢会用咱上好出来当点着无？安尼咱敢是上帝上好的？因为上帝要咱摕出来，用正人、用万国万民来点出伊的荣耀，点出伊尊贵的身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应当是伫即个世间是罕有、是特殊、是真稀奇、特殊的即个存在。因为上帝要甲咱点入正人的面头前。上帝选民稀罕的所在是伫倒位？上帝选民稀罕的所在是伫上帝选民尊叹主上帝的话，顺服上帝。恁可能会感觉讲真简单对无？我们成为上帝选民，稀罕的地方在于我们顺服上帝。哎，这句话恁刚听有啥物意思？外口的万民无信的人，敢有顺服上帝？敢有顺服上帝？无嘛。但是咱回头来想，咱敢有顺服上帝？
咱必须爱顺服上帝，咱一种来面头前，较会是罕有甲特殊的。咱爱遵守上帝，咱甲上帝之间的即个约束，彼此来约束。因为咱是上帝眼中看做是宝贝，咱是上帝眼中看做是伊的。独独上帝对咱有权柄。相共款，反倒来讲，选民的心目中嘛只有会当注目伫上帝身躯顶。所以上帝听咱注目伫咱，咱爱回头嘛注目伫上帝身躯顶。咱毋通对上帝反晓，毋通对伊背逆，独独安尼，咱才有法度一直伫上帝的心目中诚做宝贝。如果讲咱用人的情感安尼角度来看，咱甲上帝之间的关系的话，咱是上帝的宝贝。上帝无允准任何人来甲咱侵犯，来甲咱得着，因为上帝对咱付出气力。对咱投入伊的即个情感，上帝独独注目一咱，咱是伊所有的。反倒来讲，上帝既然遮尔疼咱嘛得爱回头将咱所有的性命，诚做疼来回应伫上帝的身躯顶。咱要安怎回应上帝的疼？其实上帝按咱所讨的无济。咱只要对上帝专情就好，对上帝专情，上帝听就悠然伫咱的身躯顶。用华语来讲，我们对上帝不要移情别恋，神的爱就永远在你身上。对上帝专情，上帝就听你听到尾。所以上帝才会10条诫内底讲，伊是独尊的上帝，用安尼来自我介绍。台语讲独尊的上帝，华语恁绝对捌听过。祭邪的上帝，敢捌听过？敢捌听过？有吼，赶紧应有哦。啊，无牧师要带恁爱加强练习。祭邪的上帝，现在上帝要是10条诫用独尊的上帝来自我介绍。是安那？因为上帝会嫉妒啦，伊遮尔疼咱，啊，结果咱安那？欢笑甲背逆，移情别恋，所以上帝会生气。所以咱既然要诚做上帝心目中的宝贝，咱得互家己继续互上帝宝贝落去。咱来珍惜，咱会当来到上帝面头前，安尼机会甲特权。当然，牧师进前拢一直在讲，基督信仰是安那入世啊出世，是入世还是出世的？入世。咱互上帝看做是宝贝安尼恩惠，咱袂使干啊，咱家己来享受。华语或者不要独善其身啊，咱袂当家己享受尔。其实上帝是旧约时代一定计划互以色列来成对万国万民甲上帝中间的即个中保，互以色列成做万国万民甲上帝中间的即个中保。咱若是用咱教会现代语言来讲的话，以色列就是旧约时代的福音基地，以色列是旧约时代的福音基地，是互万国万民有机会来亲近上帝、认捌上帝、敬拜上帝的这个管道，也是讲机会。咱接选来看几位圣经的这个记载，会当互咱知影讲，是安那上帝自旧约时代。特别使用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来传福音。帮我按下一张。咱小可读者。一等的时阵，容阮我啉一下水，因为这段若无读，我无法度继续落去。好，啊无安尼好无 ？PPT 速度若稍慢，咱来现圣经好无？好来，拢是诗篇咯哈。诗篇22篇
诗篇22篇，22篇，诗篇22篇27到28节，诗篇22篇27到28。好，咱照咱的版本啊，来出来啊！好，咱做来读吼 ，PPT 顶悬台语的版本，请。上帝是万国的啥主宰，地球所有的人拢安那爱记得上主的所做。咱来看后一段，来，咱做来读，请。好，咱再来看诗篇117篇，诗篇117篇，请。诗篇148篇11节到13节，请。好，最后咱来看诗篇150篇第6节，请。这个拢是诗人所得到的感动甲启示所写落来的诗歌。万国万民拢要通过以色列这个中保来认捌上帝、敬拜上帝。咱倒来看后面2段。是先知所得到的这个启示甲感动。但先来看以赛亚书42章第1节到第6节，咱做伙来读，请。这段经文来咱上一节啦吼，这段经文。真侪人会来将伊讲作是有标主耶稣基督，一旧约时代有标未来的主耶稣基督。无毋对，伊有标，总是各位兄弟姊妹，先知当时讲即句话是按上咧讲，按上讲，按以色列嘛，对无？伊是上时有标尔，但是伊当时是按以色列伫讲，伊毋望以色列将公理传互啥？传互啥？传互外邦啊！上帝对旧约时代特别通过以色列来传福音。来，咱看第6节，请。你看即句话，甲主耶稣伫约翰福音内底所讲的。伊讲，咱圣徒爱是世间上做啥物货？做光，做盐。你看上帝伫当时旧约要求来到新约，上帝相共款伫甲咱要求。咱来看以西结书，咱来读，请。就是恁所亵渎伫因中间的，我要互伊做圣，佮我对恁显明家己做圣。伫恁的目睭前，就一般人要知我是耶和华，这是主耶和华所讲的。意思是讲，当时以色列因为无守律法，无听上帝的话，受外邦的攻击、吞打，所以上帝的名因为安尼。来受亵渎，总是上帝伊讲，等到伊的拯救临到的时，伊的性命要互全世界
的众人拢知影。所以说，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届来读旧约的时阵，咱来有一个概念：上帝要通过上一旧约时代来传福音。以色列，总是以色列讲做了有好，做了无好，知影无好吼。虽然咱是万民甲众人的中间，甲上帝中间要诚做中保，咱要互众人知影讲，互上帝看做宝贝，是一件真美好的代志。但是我要讲的是，咱教会本身必须爱先有见证。咱要人讲信上帝偌好，咱家己要有见证。我安尼简单来比如讲，今仔日有一个业务，伊要向你推销即个美容的即个食品、美容食品，但是即个业务伊规个面专条啊，你会感受安怎？一个满脸痘痘的人跟你推销美容食品，你感觉怎么样？我刚糖食咧，我食了敢会是甲你相共款。今仔日一个烂度的健身教练，啤酒肚的健身教练，带你推销一个减肥的课程，你的感受安怎？你的感受怎么样？你家己有运动无？你自己有啤酒肚？今日教会逐人讲信耶稣偌好，信上帝就好，总是一个中间，咱无敬畏，无圣洁，无啥听，无祈祷，无敬虔一日内底的时阵，咱是要向别人证明讲信上帝有偌好。安尼，咱做人传福音，人的感受是安那？所以今仔日教会伫社会中间爱扮演的角色，爱亲像利未支派相共款，要好像利未支派一样，这样子的一个存在，一个分别出来，专门归上帝、敬拜上帝的一个团体。做这个利未支派，伫以色列中间，对大祭司、甲所有的利未人。伊会当讲是真做以色列人的即个模范，也是讲款式，因为做互人看。甚至引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甲亚伦，因拢是利未的即个支派。即个利未的支派是专门伫以色列中间，真做敬拜上帝、敬虔上帝一个真好的模范。今仔日咱教会本身，就爱亲像即个支派、利未支派相共款。踮伫即个社会内底，咱会对上帝的话、对上帝的要求，比别人更较来了解，而且毋是敢有知识的了解，咱伫生活的中间，也必须爱来实践。佮既然咱是利未的家族、利未家族，但呢，我要讲的是，咱每一个家族的成员，拢必须爱圣洁。教会内底每一户的即个家长。拢爱亲像祭司相共款，你本身爱做祭司，然后你的家庭的成员亲像利未人相共款，你爱做模范，你爱做好的款式，互人来学习。伫利未人的中间，并无认为任何一个利未人讲，当我受拣选，成做祭司了后，我才开始学习做祭司。没有利未人说，我被拣选当祭司，我才开始学着当祭司。是每一个利未人平常时的生活，就伫备办家己，未来有一天会受拣选、受呼召来成做祭司，甚至是大祭司。总是今仔日咱的教会，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以宝血的洗净。互既若信伊的人，拢通奉伊的名来祈祷。那安尼一教会内底，一定无祭司甲利未人中间的一个阶级，就亲像咱教会所讲的，咱神教所讲的，万民安那该祭司，做是后来改做信徒该祭司。每一个信徒拢是祭司，但你边仔人讲你是祭司。你爱圣洁，你爱尊重上帝，
信的人拢爱因为咱领受即个祭司的职分，咱付出即个代价甲即个责任，安尼咱才通活出即个性格的款式，咱才通让人来证明讲信耶稣有偌好，信上帝有偌好，咱生命必须爱先改变。所以，亲像今仔日经文所讲的，咱家己必须爱出黑暗，入即个光明，安尼咱才有法度来引带别人来即个光明内底。上帝对过去的以色列到现在的教会，拢一直咧建立安尼的普世的价值、普世的价值，就是让万邦万民万族拢做伙生活伫光明的内底。所以每一位祭司，咱每一届的祈祷，毋若是为着咱家己的人命来祈祷，咱得为着咱身躯边的人，咱得为着即个社会、即个世界，遐幽怨活伫痛苦的中间、活伫黑暗的中间的人，为因来祈祷，为因来恳求，互因早一日会当出黑暗，进入光明，活伫光明的即个中间。有人知影讲今仔日是总会所定的啥物款的主日？有人知影？周报无写，我知影恁咧现周报。普世事工纪念主日，来念一解。普世事工纪念主日，这主日的意象是啥物？这主日的意象就是望咱的教会踮伫即个世间，会当建立一个无战争、只有听、公义、和平、仁慈的一个所在。这是即个普世事工纪念主日的即个意象。上帝通过伊的选民，一直去往即个世界去宣告的，就是安尼一个意象，一个充满听、公义、和平、良善的一个世界。当咱讲到和平的时阵，咱拢会讲袂当使用暴力，对无？不能使用暴力，对无？啊，咱想到暴力是啥物货？用拳头拇当争嘛，用提枪提刀去当伤害人的肉体嘛，对无？这是咱想会到的暴力，对无？总是一这个世界刚刚有这种暴力尔。还有各种形式上的暴力，对无？有言语的暴力，对无？所以除了安尼暴力以外，这个主理嘛，讲消除这个世间任何形式的这个暴力，比如讲政治的压迫，也是这个政府任何歧视某一个族群的这个政策、歧视的政策，也是讲送乡的这个代志、经济无公义等等这个形式上的这个暴力。拢是咱教会望来消除的代志。佮即个和平的基础，就是公义的即个建立。所以啥物款是公义？每一个人敢有伊家己的主权，每个人有没有自己的主权？所以我们要确保人权的保障。然后安那，咱讲大家保护彼此人的即个尊严。两性中间讲大家有平权。两性之间要不要有平权？刚才恁查某人讲较大声好不？要不要？好，女生不说，那弱势团体要不要特别照顾？等等，这个就是和平甲公义嘛，对不？讲到这，你会发现讲，你若回去旧约的生命记，你达现在生命记的内容，其实你会发现讲，这是对古早旧约时代。上帝拢一直咧要求的公义、和平、疼痛甲良善，这是上帝对伊的选民一直的期待甲要求。旧约时代的大祭司，因会带这个祭司的团体甲利未人，为着世间人会当进入光明来献祭，然后为着这个代志来祈祷。今仔日咱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已经通过伊的十字架来竞选，甲咱呼召，互咱成做一个圣洁的一个团体教会，
所以咱来相共款，甲即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为着世间人会当进入光明，会当活伫一个充满公义、疼痛安尼一个世界，咱会献就咱的祈祷。头我有讲到异象，这异象是啥物？这异象就是上帝一直以来予咱的异象，就是予世间人出黑暗，你去这个光明的这个异象。对过去到现在，上帝拢一直有这个异象予咱。总是我要问的是，上帝的这个异象，敢有成就伫这个世间啊？予世间人每一个人拢无活伫痛苦黑暗的中间，拢活伫光明的中间。这是上帝予咱的异象。总是这个异象敢有成就伫这个世间？有没有？成就了吗？这个世间完全拢无战争了吗？这个世间完全拢无迄种报仇的代志，拢无冤家的代志，彼此怨恨的代志。总是上帝的异象是啥？一个充满疼、公义、和平、疼痛的一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你讲异象的时阵，异象毋是追求自我的实现啦，不是寻求自我的实现。异象是啥？异象是讲追求上帝主权的这个实现，寻求上帝主权的实现。咱圣经咱来研究箴言好无？智慧书箴言29章18节。箴言29章18节，箴言29章18节。这句话恁绝对常常看咧，甚至嘛样背。伊讲啥物话？人没有意向，民就怎么样？唯独变为有福。台语安怎讲？无上帝指示，人民就放纵。久久遵守律法的人真有福气。这句话常常咱拢会引用前半段，我们常常引用前半段，后半段咱拢无咧插，拢来忽略。咱拢讲人若无异象，安那？对，放纵对无？总是这句话，予咱的智慧是啥物？这句话予咱的智慧，就是上帝的律法甲诫命，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予咱有洞察、展望未来的看去。上帝的话语，让我们有洞察、展望未来的眼光啦。意思是讲，这句箴言的智慧，在伫讲，就算今仔日祭司、先知无对上帝遐来特别的这个启示，总是上帝的话就是遐，人民无放纵的借口，人民没有放纵的这个借口。所以，只要遵探上帝的话，照上帝的话去行的人，就是有智慧。安尼有智慧的人，就要得到丰富的这个生命。所以，各位兄弟姊妹，咱既然正做一个祭司的团体，咱爱常常为着这个世界会当充满公义、和平安尼的代志来祈祷，因为这是上帝所毋望的普世的价值。这是上帝所期待的普世价值。要做到安尼，咱嘛得常常来追求异象。这异象是啥物？异象就是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追求上帝主权的实现。亲像耶稣教导咱的祈祷相共款，互上帝旨意行伫地面，亲像安那？互上帝的主权行伫地面，亲像伫天面。咱毋望上帝主权会当实现伫即个世间。各位兄弟姊妹，各位祭司，咱大声恳求上帝主权，大声实现来行打，是咱的教会，就是即个祭司的团体内底，咱才有见证，咱才有光明，互人来看去。咱做伙来祈祷。
至尊至圣的爸，阮的上帝，求你怜悯阮。通过旧约圣经，阮看起，即头前原底有一个传福音的团体，或者以色列。你怎样拯救因、疼因、保守因？毋望因成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毋望万国万民通过因，会当领受福音来敬拜你。总是整个旧约圣经，阮看去，因行歪错，因来跋倒，来失败。但主上帝，你伫即个新约的时代，通过主耶稣基督十字架顶的牺牲，以及信心的呼召，阮一只敬拜你，就证明讲，阮拢是你所拣选、呼召的祭司。阮教会要大成成做一个祭司的团体，阮毋望阮的国家成做一个祭司的国度。所以恳求主上帝，会当互阮大成为着阮的社区、阮的社会、阮的国家来祈祷，互要活伫黑暗中间、伫困苦中间的人，来看见光明，看见毋望。也愿主上帝，你大成帮助阮的教会，互阮教会内底每一位祭司，拢真正过一个分别做成的生活，互人看见阮生命内底的光明，互阮的教会伫社区的中间，真做光，真做盐。愿主上帝，互阮对教会大成来做起。愿主上帝，互阮教会真做，互人敬拜上帝。明白上帝的一个管道，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愿主照安尼来应允阮的恳求。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继续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385首，圣诗385首，人生风波扰动无停。请咱起立吟全首。请坐，下面来奉献，请黄传俊、柯明伟来书献。
请会众起立来念奉献的诗。下面我来报告，大声，请咱三个来读今仔的经句。我先读一摆，大家对我读两摆。独到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下的好德，必得前书2章第9节，来请。独到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入伊美妙的光下的好德，必得前书2章第9节。独到恁是竞选的族，是王，也是祭司，是神的邦国，是上帝家己的百姓。互恁传播迄个调恁出黑暗而美妙的光下的好德，必得前书2章第9节。请大家掀开周报，第一面，青州的聚会的情形，请大家起来看。后礼拜的服侍人员，这名单一只吼，请咱别担心。有排名的，请毋好咧买纪念来参加侍奉。第二周间的聚会，请咱大家来看，来选择你家己的时间来参加聚会，来受造就。下面是教育部的课程，做拢为着咱造就咱的，所以咱踊跃来参加，来受造就。第三页是小组聚会，小组的聚会情形，请咱注意这个大游小组王秀燕即间咱暂停一摆，这个爱暂停，请咱会记的。其他呢，请阮就近来参加这个小组。奉献的面世，咱大家来看，若有定当的所在，来用中集来提出见证。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9月份的10月中集，长老陈祖德执事是穆桂英、简秀柱。咱即时要来举行新任学年度首长的就任，我叫连名的，请你来头前。主日的校长张伯钧执事，学青的会长陈应璇姊妹，少协会长潘培宇弟兄来头前。请牧师来主持。好，即点咱要来举行即个就任的即个仪式。大先一只要来举行助理校长张伯钧就任的即个仪式，一只要来誓约甲问答、誓约跟问答。张伯钧，你有要领受助理校长即个职任，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竞选呼召也无？你任即个职，你要我靠主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本分，你有要安尼做也无？好，倒来轮到应璇。应璇是学生的即个会长，即马要来你问答，甲你誓约。应璇，你领受真做学生的即个会长，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竞选调命也无？你受即个职分，你有要我靠主耶稣基督，真做教会的头，
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本分，你有要安尼做也无？好，只要轮到即个少年团契会长潘培瑜，潘培瑜，你领受即个积分，你有确信这是上帝对你的竞选甲调命也无？你领受即个积分，你有要挖靠教会头耶稣基督，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你有要安尼做也无？请咱兄弟姊妹三个起立，牧师直接要来宣告。当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以及台湾基督教的教会、多项教会小会官兵来设立恁做本会助理二校长、学生团契会长、少年团契会长，安尼积分，你着警醒恁本身的这个行大行为，以及恁所有所做，爱常常关心这个事，尽力伫上帝的官兵下面来做工，荣光上帝的名。阿门。请坐。好，请咱向后转，牧师带恁介绍者。对牧师的倒手边，这是咱未来的这个助理二校长张伯钧，咱拍鼓啊，来鼓励。再来中间，这就是陈应璇，伊是未来学生团契的这个会长，咱小共款拍鼓啊，来鼓励。再来就是潘培瑜，未来少年团契这个会长，小共款拍鼓啊，来甲因鼓励。这点，教育部部长要来颁发这个誓约书予因。我继续来报告。今仔日下晡2点，伫7控1会议室要来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执会，请中执来准时出席。后礼拜欢迎国际读经会陈兆林牧师要来本会来分享，请咱为事工来代祷奉献。第2项，后礼拜12点半伫6楼办公室要来召开财务部的部会，请部员准时出席。后礼拜下午1点半，伫7控1会议室要召开教育部的会议，请部员准时来出席。教会消息，2019年10月16日要来召开临时会会，来选新任的这个长老甲执事。这名单竞争省略，我来简单读一下。长老的候选人是简晨甲王丽泰。这要选2位，总是爱超过半数，才有当选。今日早起有人咧问讲，安尼2个就免选啊？毋是哦。那迄个得票率若无超过1半，迄个无准上，所以我们还是要踊跃来出席。执事候选人是黄文光、黄腾毅、林家和、刘廷圭、萧素娥、陈素妍、赖建义、黄约瑟、叶立义、蔡乃平、李正玉。这要选6位。9月15下半年度的这洗礼班要来开课，若要洗礼的兄弟姊妹，请你来办公室来报名。第3项，咱照下面的时间，牧师要带领咱这个训练、领袖呼调甲训练，请团契甲同工大家做伙来配合做就，回应使命，共同来传福音。这个时间是今仔日下晡1点伫7控5的这个教室，9月7日、10月7日、10月20、11月3，请咱大家拢来踊跃来参加受造就。具体消息，本会刘文香姊妹已经伫昨完成这个别礼拜，
商家伫遮要来表示来感谢，请咱继续为因来关心、祈祷啦，咱为遮的家族请起立。请坐。告解消息，少年团体要来参与新竹中会曙光部举行的台东布隆南回轻松3日游的兄弟，伫9月14日上午5点40伫教会集合，6点来准时出发。爱载即个随身携带需要的用品甲即个衫衣物，甲即个泳衣。成立中会双年曙光部敬老的感恩礼拜是10月17，报名费1人400块。9月22日10日，地点是来福星餐厅。要来参加的人，请你向蔡树莲姊妹也是扬州发集师来报名。下面来举行9月份的庆生会，来敬请省略。我打一叫你名，请你来台前来接受这个祝福。尹立芳、王世勋、王建伟、王立清、田明宽、吴文杰、陈秋专、蔡荣谦、李正玉、李秋英、李秋桃、李应兰、显文贤、杨、林义民、陈淑贞、陈之妙、陈兆明、胡翠萍、张家贤、梁文祥、许佩如、徐小兰、陈庭贤、陈李秀玲、陈建州、陈碧莲、陈维仁、彭秋荣、尤翁斌、黄子恩、黄佩玉、黄专文、黄传俊、温立竹、刘文珠、潘天成、潘桂娥、蔡秋慧、陈秋花、郑美珠、张荣、简汝嘉、罗玉学、罗伟伦、罗潘恩、苏顺良、叶信坚、苏怡玲、吴慧婉、周玉成、林静霞、黄秀轩、邱和珍、杨雅月、陈明德、宋继堂、蔡俊煌、古树英。祝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阿们，祝你生日快乐！愿上帝祝福恁。我继续其他的消息，合作社伫9月初8后礼拜中午12点伫701会议室召开合作社理干事会，请理干事来准时出席。下面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介绍新朋友。牧师一只来做介绍，以及补充报告。遮有几位地界来到咱中间的兄弟姊妹。第一位是黄正秋、黄正洲姐妹弟兄，欢迎您。然后再下一位是李意涵姐妹，欢迎您。
然后下一位是林世廷还有陈巧珍夫妇，先离开了 ，OK。好，再来下一位是张启珍弟兄，好，也先离开了，刚刚坐在后面啦哈。那我们也在爱餐的时候，彼此在这边彼此一家来交陪，一家来用餐欢喜。一只牧师嘛要来报告一件代志，咱的新学生林怡君是今仔日暑期的这实习是最后一天啦吼，是最后一届一个中间。咱感谢伊伫这个暑假期间一直的付出关心，咱直接用普声来甲因感谢。祝福伊伫未来升学伊的学习，甲未来牧会的这个生活拢通顺利。好，牧师要一只嘛来为一件代志来抱歉啦吼，因为早场的这个庆生会我无来举行。因为我一直想讲，即马是8月底，歹势我今仔日精神真正足无好，我规身躯足烂的吼，所以小信执事伊咧抢名的时阵，我跟他阻止说，迄后礼拜的代志莫得抢名所以早场若是无互牧师祝福，无领到即个生日光的，牧师代你抱歉，代你回家失礼，毋望咱的同工会当来补上啦吼，补上我们的祝福。和以上直接做补充报告。下面咱上映394首，这是礼拜咧要选394首。来，请咱起立敬全首，上映煞请牧师来祝祷。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信息的相通引带，愿三位体上帝你的信心帮助阮，互阮伫世间享受得救的福分，也互阮负起这世的这份来传福音，因耀你的名，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下面祝歌。
电乐灭岛。请咱起立来行平安礼，请你互相握手，耶稣听你，愿你平安。